即是请咱服侍当中开麦克甲迄个镜头，咱即是开始咱今仔日的即个祈祷会。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虽然今仔日风台，也毋过咱有通伫线顶，咱三个组织伫遮来共同参与即个祈祷会。而且咱知，咱一世人当中有真侪试炼、甲挑战、甲侪侪困难要来去面对。但也毋过伫即个过程当中，上帝要互咱来明白，毋是咱会使做啥物，是上帝要亲自成就伊所要成的事。因为若毋是主所命令，是谁会讲伊就成？恳求父上帝来引带体贴，互咱体贴主的心意，咱来做伙经历耶和华伊名的宽bình甲荣耀。这是咱三甲来聆听这首诗歌，咱三甲来学老主。星星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不茫来亲近你，我靠你万里。星星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怜悯声音，我呼求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不茫来亲近你，我靠你万里。星星请你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怜悯声音，我呼求神。这是咱来三甲来压头来祈祷。主比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
你常常来提起阮，来透过祈祷来得到主你圣神、你属灵的力量甲帮助，互阮通重新来徛起。主特别是目前有风台要来经过台湾，恳求主你保守台湾所有百姓的性命、财产得到保全，保守大家出入拢得到平安。因为阮亲知，无论阮伫咧逐家乐，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主，我们倚靠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宣告你，承认你伫阮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做主，直到永远。这时，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遮所有，伫遮伫线顶所有参与祈祷会兄弟，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有主你所想事的智慧、平安、喜乐，来明了主你话语的奥妙。主，阮感谢你，阮即时将下面的时间仰望来交托，恳求主你保守带领。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要来将时间交予处于长老。谢谢陈牧执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线上见面哈。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呢，是约伯记1章1节，还有2章1到10节。那请大家一起来看 PPT。那我请主任帮我们念经文，麻烦主任。好，约伯记1章1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住在乌斯地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第2章第1节。又有一天，天上的神子们在侍立在上主面前，撒旦也在他们当中。上主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撒旦回答：我漫游地上，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上主问：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你虽然向我游说，要我准许你无缘无故地打击他，可是他仍然像以往一样对我忠诚。撒旦回答：以皮换皮不吃亏，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愿意舍弃其他的一切。现在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他还不当面咒骂你。于是上主对撒旦说：好吧，他在你的手中，只是不许你杀他。撒旦从上主面前退出，开始打击约伯，使他从头到脚长了毒疮。约伯去坐在垃圾堆旁边，拿了一块瓦片刮自己身上的毒疮。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约伯回答：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吗？虽然约伯遭受种种痛苦，他仍然不开口咒骂上帝。以上。好，谢谢主任。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你仍持守吗？你仍持守吗？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到餐厅用餐的时候，然后服务生跟你说：你到 Google 的那个评论区帮我们按5颗星赞，按5颗星赞，然后再写一些对我们餐厅的一些好的评价，我们会有小礼物要送给你如果是火锅店的话，就会送一份肉品。然后如果是意大利餐厅的话，可能送一份炸物。那如果是饮料店，可能会多送你一杯奶茶。甚至于洗鞋店也可能会给你那个集点卡，盖10个章给你以上的这些例子全部都是我的经验，我全部都在这些店里面得过这些小礼物，这些小优惠。坦白说，那真的是他们的店真的是5颗星的评价吗？其实我心里面更要的是那个贪小便宜，我要得到他们的那个礼物，得到他们的一些小优惠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经文当中有没有什么亮光，会有什么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哈。那我特别对2章第9节这个约伯的太太对他说话的这个对话哈，让我们一起来看 PPT。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也是刚刚主任有念过的地方，我来念。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们现在还……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就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而和合本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再继续看我们PPT 和合本圣经是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一个是持守你的纯正，一个翻译是持守你的忠诚。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约伯的妻子这样对约伯说话的时候，我想可能大家曾经有这样的讨论过。有人会说，约伯的妻子实在是跟他先生很没有同理心，家里受了这么大的灾害，他的先生约伯接二连三的受到这么多的苦难，他的妻子却在旁边说这种这种很煽动的话，就是不认同他的。他说他信仰着这位神，甚至于给约伯是2度伤害，甚至于对约伯来讲是雪上加霜。也有人说，撒旦总是利用最亲密的人来进行攻击。是的，没有错，我们刚刚所谈论的都是的。那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到的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我反而看到约伯的太太是给约伯盖了一个政治标记，给约伯的信仰打一个政治标记，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标记的章，就是说我的先生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身上长满了毒疮，家里已经被破坏成这样子了，被攻击成这样子了，我这个先生还要继续对这位神，他所信的神，继续这样的持守，继续这样的忠诚，继续这样的纯正。约伯啊，你会不会太笨了？我看到的是约伯的太太竭力的在证明约伯的信仰是纯正持守的。坦白讲，说到纯正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有感觉哦。记得在今年的夏天，可能6、7月的时候，我和我先生还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跟着团，然后我们就到花莲去玩，然后我们就在游览车上要到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就说：“我跟你们说，各位旅客，等一下我们到的那个景点哦，不管你去过看过，不管是怎么样，有一个店你必须要去，千万不要错过。那个店叫做什么？阿婆木瓜牛奶的这个店，你们一定要去，因为这个店呢，它全部哦都只有牛奶加木瓜，就只有这样而已哦，它不会加水，也不会加糖，非常的纯。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去喝，千万不要错过了。”哇，我们整个团就听到这样子一个推荐，大大的推荐。我们6个人哦，就下车直接就往，他就说，你下车就往右边那条路就可以看到阿婆木瓜牛奶。我们6个人就很跟着这些团员，我们就去买了木瓜牛奶。结果一杯大概只有250cc， 一杯80元，我们1人1杯。喝了我心里面真是很想骂叉叉叉，就是这是什么？根本就是水加木瓜，它的那个店面的那个墙壁上还贴着不加水也不加糖，纯的木瓜牛奶。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喝到的就是水加木瓜，开水加木瓜，可能就这样子，所以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的东西。结果我们上到游览车上，我们也跟我们的导游 complain 一下，说，你这样子，这个店家不是一个诚实的店家，也不如你，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想约伯他的太太正在证明，虽然他讲的话是很轻蔑的话，是跟他先生好像没有同理的感觉，可是这个的背后是在证明他先生，不管在碰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临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很煎熬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仍然是对着他所信的神是忠心的、忠诚的，他爱神的心，他对神的态度是纯正的。不单单只有约伯的太太对约伯盖了一个政治标记，就连上帝也对约伯盖了一个政治标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刚读的经文，就约伯记2章3节，我们一起来看 PPT。好，我来念，就是上帝跟撒旦的一个对话。上主问：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你虽然向我游说，要我准许你无缘无故的打击他，可是他仍然像以往一样的对我忠诚。
在上帝的眼里，在上帝的心里，他对约伯，他看到的约伯是什么样一个人？在经文上写的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是敬虔的，是对我敬虔的，不做任何坏事，甚至于就算是撒旦如何的打击他，上帝还是仍然相信约伯像以往一样的对我忠诚。这是上帝对约伯的评价。我觉得我自己在读这个第3节的经文，我感觉上帝好像在就是上帝好像对撒旦有一种炫耀，甚至有一种以约伯感到很骄傲。他是对我这么的纯正，对我是这么的我非常相信约伯对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我就好像一个父亲对他自己的儿子很大的一种感到很骄傲，感到很安慰，甚至感到很有盼望，很有信心这样子。我觉得上帝对约伯的对我忠诚这样子我就看到说上帝对约伯跟约伯的太太都是为约伯的信仰对上帝的这份心是盖了一个正字标记。我们常常只要讲到约伯的苦难，我们都会怀疑真的有神的存在吗？如果有神的存在，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而且神竟会让一个这样，神你的公义在哪里？你明知道这个人是对你这么的忠诚，对你这么的敬畏，可是你仍然容许撒旦对这样子的一个人攻击。我们甚至都怀疑上帝，你真的你存在吗？我想我要来谈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创世纪22章1到18节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爱神的人，可是他也经历了一场极其严厉的考验。就在创世纪22章这边有写到，亚伯拉罕是老来得子，盼啊盼啊盼到最后，他在这么年老的时候得到一个独子，就是以撒。可是神却要亚伯拉罕要把这个孩子献为祭给他。哇，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么的相信神，他眼睛定睛在神，他很相信神，而且顺服神。结果亚伯拉罕就通过了这个很严厉的一个考验，所以他至今留下来一个名字叫做信心之父。我们再来看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第一个所接受的考验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都应该知道，就是经历了受魔鬼40天的试探。魔鬼用极其的诱惑来诱惑，极其的挑衅，要来试探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他很知道他今天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也胜过了魔鬼的攻击，而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开始正式踏上拯救人类的这个途径。不管是约伯，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主耶稣基督，他们所面对的试探，所面对的试炼，都是神许可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我们回到今天经文的主人翁，就是约伯。从神的眼光，在神的眼里，神不但相信约伯，而且他要见证约伯，他是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所以其实这最终的目的，我的领受是，神要约伯后来所蒙的恩，比未受试炼之前更大、更加倍。而这样的结局是什么呢？这样的结局就是让撒旦蒙羞退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心，是不是也要拜托人？请你去 Google 评论区去按5颗星，帮我写几个评论，才能证明我对神的爱，才能我对神的这个信仰。或者是我一定要当区长、小组长、执事、长老，才能证明我对神的纯正吗？当苦难来临，当我们受到各样的试炼或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我们顺服神的心，是否能像约伯一样坚持正直而敬虔？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持守对神的忠诚与纯正？这个纯正是不加糖也不加水的，乃是单单的定睛仰望神。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回应诗歌，就是片口列瓜。
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应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应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生活中有风雨，也会亲爱的惊天父上惊，我知影我们要用心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与祷告。我们要操练敬虔的心，如约伯对你的心一样，受到苦难、面临严厉的考验的时候，仍然持守对神的忠诚与纯正。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不受魔鬼的诱惑与试探。即便我们进入旷野，觉得孤单无助，我们仍然要举手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道，当我们越赞美越得力，越敬拜我们就要越得医治，越祷告我们要越得自由与释放。感谢赞美主，我们孩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我们现在接着要为国家祷告，这一段我们要请淑清执事预备哈。好，我们来看一下 PPT。第一，我们为近期对不起，我来说哈。好，我们要为近期暴风雨这个台风的豪雨大雨哈来祷告，求主保守看顾赐福台湾不受灾害与威胁赐予政府有相关政府相关单位有智慧与能力，能迅速有效的因应防灾救灾，全民保持警觉，保障自身和家园的安全。那第二点，为赖清德总统政府团队来祷告，求主除去他们面前的恶人，将真正有智慧、知识、善于治理的人放在他们的面前，能够按着神的正直使用权柄，叫台湾的居民得益处。让我们一起先同声来祷告，然后再请淑清执事来祷告。好，淑清执事，麻烦你。亲爱的天父，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也是慈爱、智慧和信实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因为这几天因为台风的关系，那台湾受灾害，求主保守台湾。也是给我们，也是圣灵安抚我们每一个，因为台风让我们每一个的心动荡不安。主啊，求主你能够安慰
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政府相关单位的人力，让他们能够有智慧、有能力，在防灾救灾的方面能够有应变的能力，来救灾，来保障我们百姓和我们家园的安全，使灾害能够降到最小。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主啊，你也是我们赖清德总统他的执政团队，求主你是给他们智慧、能力，还有知识，能按着神按神的正道，使用政府的权柄，使百姓能够得着益处，不受那个恶人的瑕疵。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淑清执事，谢谢。我们继续要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看 PPT 哦。好，我们第一点要为10月6号，我们3场我们要举行，因为这是10月6号，3场这是什么？举行代祷哈。我们的会员能踊跃出行，各项选举能严谨预备及主持流畅，而所选出的同工也充分的预备心，接受服事的呼召哈。好，第二点，为10月13号户外的礼拜代祷，为当天的天气的稳定，还有集合交通的顺利，礼拜和活动过程有主的同在，使全教会更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并迎接欢庆60周年的祝福。接着第三点，为教会组织架构的调整和变动代祷，求神赏赐智慧和能力，全教会有同样的目标，让教会的行政牧养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来容神一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嘉玲执事准备。好，嘉玲执事他今天不能上线，等下牧师来祷告。谢谢牧师。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的每一天、每一年和每一个时间感谢上帝让迦南教会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茁壮成长。我们为在这个礼拜天10月6号要举行的3场选举会员合会，还有理监事的选举和志工队的选举，求上帝来掌权求你也祝福在当天当中，在每位弟兄姐妹会员能够踊跃的出席参与，并且能够来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来选出合神心意上帝带领的同工，不论是长老执事或是理事监事以及队长并且也求你祝福在当天所有的流程细节上面，有主你亲自来掌权带领。主我们也为每一位受选、备选或是选出的同工来祷告，愿上帝你使用他们一个愿意的心，能够来接受服事的呼召，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使用的器皿。没有被选上的同工也是能够有一个愿意服事的心不论结果为何，我们都交给神，一切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主要第我们要为在59周年的户外礼拜向主献上感谢有将近570位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同时也能够有好的时间场地，能够来到真理大学来进行户外礼拜。求上帝祝福在10月13号当天的天气能够稳定，同时在每一个不同的上车集合点都能够井然有序，也能够交通路途都能够平顺，大家能够平安的抵达到真理大学当中。主要我们也特别为当天的礼拜还有活动的过程，求上帝你来带领，有主的同在，让每位在台上的服事同工主要都有主你来使用，使全教会更加的有向心力、有凝聚力，能够来欢庆明年的60周年一甲子的庆典。主要最后我们要为迦南教会的组织架构和调整来祷告。主要感谢你透过在教会的同工
以及在背后参与在做各样规划的事工，看见迦南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也需要有更完整的组织架构能够让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牧养，也能够得到装备，也能够参与在服事当中。主啊，求你让迦南教会的组织架构能够不断的成长也升级，同时也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各尽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要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所成全所使用。主要我们也特别为在各牧区牧养小组当中的每位同工来代祷，感谢你透过他们来喂养众羊群，也求你继续呼召兴起更多的牧养同工、小组长、区长以及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所以我们也把迦南教会的各样大小事都排列在主的面前也愿上帝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同心来敬拜你、服侍你。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牧师。接着我们要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成人牧区，第一点是上青小组黄丽君姐妹的父亲黄财传先生已顺利做完胰脏癌化疗。我们在之前有为他在化疗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放在公祷里面哈。那现在后续要等待化疗后的报告，求神的平安继续与财传先生及他的家人同在。第二点，16小组何百川弟兄有失智症的情况，且血糖控制不稳定今天下午他百川兄的女儿特别打电话给主任报告这个情况，目前在民生医院住院治疗中，求主与百川兄同在，身心都能得着坚固，得着医治。第三，但以理学院的丰荣牧师的妹妹陈丰妹姐妹在9月23号在台南发生车祸，目前还在加护病房中我们真的是，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在困难中有开始一些的进步，请继续为丰妹姐妹来祷告。第4点，我们要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年长者开始都有一些身体的状况为年长者身体衰落、各种病痛，还有癌症开刀治疗中的会友代祷求主保守看顾他们身心灵得着安慰，特别在现在我们有台风的一个状况里面，风雨都很大的这样的情况下，能注意安全，特别他们的出入能得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因着相信就向你祷告，求你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体强壮健康，无论是大病或小病，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天父上帝叫病痛衰落离开我们，拿走我们身体上的不舒服，使我们吃得下睡得着，享受健康的身体所带来的快乐。恳求主你加添体力能力给黄财传弟兄、陈丰妹姐妹还有何百传兄，医治他们的身体，特别在煎熬等待的时刻，主你仍然让他们经历到天父的丰盛与恩典。祝福我们所有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都能快快的好起来。谢谢天父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来看儿童牧区青年牧区第一点，为青年牧区2位小组长吴敏元、张木轩，求主赐能力恩惠在组长的身上，牧养关怀动员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而且带领组员在小组中能跟随神。第二点，为10月5号有体验教育的装备课程代祷，求主帮助同工有愿意委身、愿意学习的心智。好，接着我们为儿童牧区。第一点，求主眷顾儿童牧区每一只小羊，有天父的慈爱并圣灵的同在，时时保守看顾。第二点是为小轩、子轩为子轩来代祷。求主保守子轩，不论被安置在何处，求主施恩赐福寄养家庭，让子轩得着好的教养与保护，身心得以健康成长。
接着还是为子轩的原生家庭来代祷，求主怜悯医治住院的子轩的阿嬷要恢复健康哈，求神以恩慈扶持子轩的舅妈，帮助舅舅身心健康。让我们一起来为儿童牧区还有青年牧区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着青年牧区来祷告，感谢主，你拣选了多位青年，愿意委身服侍在小组的牧养工作。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带领人到你的跟前。恳求主，你继续来复兴青年牧区的同工，是引员牧宣，还有更多的青年，使他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与健壮。也为着儿童牧区的每一位小孩来祷告，主啊，求主你保护每一个小孩远离灾难，赐给他们健康的心思和身体，使他们常在你的爱中。无论是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孩童，使他们一生的年日将更多的注目尊从及荣耀主的名，赐给这世代的青年孩童们有一颗像大卫的心，因着对主的信心，使他们能打败他们所面对的歌利亚。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信奉靠主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会后事我们交给陈模执事。好，这时咱们来用稳定白白互人这首诗歌来正做会后的诗歌，咱搁一摆来感谢阿老主。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
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讲对，咱今日暗时的祈祷会伫线顶来举行，咱伫 Google Meet 有大约20几个弟兄姐妹参加，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将近20位弟兄姐妹参加。明仔载这个政府已经有宣布，明仔载游园是放风台假，因为明仔载风台要经过对南到北，来经过台湾，愿上帝也赏赐，互咱伫平安，有这个上帝来保护咱，每一个兄弟拢出入平安。咱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日暗时有这个机会，用线顶的祈祷会做伙伫遮唱诗歌敬拜俄罗你，也为用上帝你的话语对约伯的心上，阮搁一摆来学习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权，阮就爱100%来顺探伫上帝你的带领。主要也特别为着阮的教会国家，为着阮的集体，为着阮的兄弟，甲为着阮所拄着的遮未当排解的代志，也求上帝你来掌权，互阮一切拢会当来看见上帝你好的旨意。主，阮即个时阵要做伙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为国权力因根拢是你所有代无尽。阿们。感谢主，大家平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台风夜、平安夜，明仔载一天拢有上帝看顾，愿上帝祝福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对，不是的公公。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给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